香港多山多雨，人口稠密，每日每天嘅生活，我哋都與山坡為伴。山泥傾瀉係香港需要長期面對嘅自然災害。但係香港仍能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嘅大都會，全賴有一套完善嘅斜坡安全系統。制定安全策略，完善土地規劃，審查新建斜坡，鞏固舊有斜坡，提供資訊服務，推動維修斜坡，改善寮屋安全，進行技術研究，發展警報系統，提供緊急服務。喺減低山泥傾瀉危險嘅同時，我哋將鞏固同綠化咗嘅斜坡，一步一步咁融入咗生活當中，點綴咗我哋嘅文娛康樂。市民嘅熱誠投入，更將斜坡嘅改造豐富咗我哋嘅文化生活。安全嘅土地使用可以使經濟效益提高，促進咗我哋嘅旅遊同埋商業。雖然香港已取得驕人成就，但係我哋唔會因此而鬆懈，因為香港喺未來仍需要長期面對山泥傾瀉問題。